破发现金1万块来看，这11月初10之前有完成网络登记的，即马已经有人领着啊。要若还未登记的民众呢，是当伫后礼拜一用 ATM 来领，也是讲伫咧11月20日开始，会当去到邮局来领现金。伫咧办理的时阵，都要会记得爱查证件。 政府破获了1万块现金，伫11月初10之前完成网络登记的，即马已经有人领到啊。然后对11月17开始，银行和邮局的 ATM 嘛通领。要若11月20日开始嘛开放邮局柜台领现金，为着要缩短民众的等待时间，开放邮局领现金的头一礼拜，会做身份证尾数分流，拜1、拜3和拜5是卡数通领，拜2、拜4和拜6是双数通领。不过65岁以上的时代和身心障碍者，唔免分流，会当直接到优先服务柜台领。 那分流是怎么样做呢？就是身份证字号或者居留证的字号的最后一码，135是单号，星期135是单号，246是双号。大概在首周的时候，我们会实行这样的一个分流。中华邮政嘛提醒讲，若是要用 ATM 领现金的民众，就要会记得查健保卡、身份证和金融卡。另外，若是要伫邮局柜台领现金的民众，嘛是就要查健保卡、身份证。要若是要甲出来人领，嘛是会当，不过证件嘛就要查好照。如果是他人代理，就是来领的人必须带，除了要领的这个健保卡以外，临柜的人要带身份证明文件。临柜的人来领的那个人，他的身份证尾码。中华邮政表示，为着要配合破发现金1万块的政策，要特别做限量的红包录啊，提供予柜台领现金的民众做纪念。嘛，呼吁民众破发现金的相关资讯，就以在政府官方网站公告为主。若拄到奇怪的信息和电话，会当靠165反诈骗专线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